呢排宏福苑大火，大家睇到新聞都會好心痛，同時又會代入諗，如果發生喺自己層樓，屋企同家人可以點算？叻媽今日想同大家一齊整理下情緒，同時好實際咁講清楚火險同家居保險嘅分別，等大家喺保護好家人之餘，亦都多一份安全感。呢次大火燒毀咗好多人用心打造嘅家，當中有啲係辛辛苦苦供樓供咗好多年，慢慢儲錢裝修、添置家具，一點一滴砌出嚟嘅安樂窩。呢啲失去唔止係金錢，仲有回憶，同家人一齊經歷過嘅生活點滴。首先，靚媽想同大家釐清一樣好重要嘅嘢，火險同家居保險唔係同一樣嘢。好多朋友做按揭嗰陣，銀行會要求買一份火險，主要係保棟樓嘅屋殼、牆身、樓板、天花、地台、固定結構，確保大廈真係出事要重建嘅時候有資金去處理。但係火險一般唔會理屋內家私電器值幾多，亦未必包括因事故引致大家要另覓臨時住所嘅住宿開支，所以有火險唔代表乜都保晒。家居保險就係專門照顧屋入邊嘅一切，亦都好着重大家作為住戶、業主或者租客嘅責任。一般家居保險會保障家私、家電、衣物、窗簾、地氈、裝修呢啲家居財物，因為火災、水浸、漏水、打風、爆炸、入屋爆竊等意外造成嘅損失。好多計劃仲會包含第三者責任，例如天花漏水滴到樓下、玻璃跌出、露台整傷人，或者家中事故引致鄰居財物受損，家居保險都可以幫大家分擔賠償金額。如果用宏福苑做例子，大廈外牆、公共走廊、升降機大堂等結構性損毀，多數會由大廈火險或者相關工程保險負責，通常係由管理處或業主立案法團代表同保險公司跟進。但係每一個家庭屋入邊窿咗嘅家私、電器、裝修、衣物，甚至之後清潔、翻油、除煙味、搬屋等開支，就要睇大家有冇自己一份家居保險，以及保單寫明嘅保障範圍同上限。家居保險可以幫手嘅地方，其實比大家想象中多。以火警同煙燻為例，就算火唔係喺自己個單位開始，濃煙飄入屋，天花牆身黐到黑晒，家私家電吸咗味，用翻都唔安心。家居保通常都可以賠翻維修或者更換嘅費用，亦可以報清潔同翻新支出，視乎保單細節。水浸亦係另一個好常見場景，例如打風爆窗入水，喉管突然爆裂浸濕木地板、櫃同電器。多數家居保會視為突發意外，幫大家承擔部分維修同換新成本。另外，家居保險亦會保障因入屋爆竊導致嘅財物損失，例如門鎖被撬壞、家私被破壞、手袋、手錶、電腦等被偷走。不過，個別貴重物品通常有上限，有需要嘅家庭可以考慮額外申報或者加強保障。對於今次火災咁嘅大型事故，好多家居保險都會包含臨時住宿保障。如果單位因為受保事故暫時唔宜居住，可以按每日上限同總上限報銷酒店或臨時租樓嘅費用，幫大家喺最困難嗰段時間頂一頂。喺呢啲傷痛事件之後，靚媽最常聽到嘅問題之一係：而家先諗起買家居保險，仲有冇用？其實保險本身只會保障生效之後發生嘅受保事件，之前已經發生嘅火警或水浸，無論買邊間公司都保唔返。但係正正因為大家見到真實例子，先更值得認真坐低諗一諗，將來如果再有類似事故，家庭財政可以點樣分散風險，而唔係完全自己承擔。有啲朋友會問，公屋、居屋、私樓喺保險上有冇分別？大致上，大廈結構同公共地方多數由房屋署、發展商或管理公司投保火險，同大家平時交嘅管理費、大維修基金有關。但係單位入邊每張床、每件家具、每部電器，無論係公屋定豪宅，都係大家自己嘅心血。呢啲就要靠家居保險先可以有保障，火險唔會自動幫手賠。再幫大家拆下幾個好常見嘅迷思。第一個，有火險就夠。事實係，火險多數只係保障樓宇結構，唔包屋內財物同大部分個人法律責任，亦好少會有臨時住宿費。第二個，租客冇必要買保險。其實業主買嘅保險多數係保返物業同自己裝修部分，租客帶入去嘅私人物品，例如家私、電腦、電器、衣物，並唔一定會受保。如果發生火警或水浸，冇自己一份家居保險，損失往往要自己承受。第三個迷思係間屋細冇名牌嘢就唔使買，但當真嘅出事，
大家要由零開始重組生活，床、櫃、電器、窗簾，簡單裝修加埋，金額一樣可以好驚人。對比起每年幾百至1000幾蚊左右嘅保費，家居保險喺分散風險方面，實際上都幾值得考慮。第四個迷思，保險乜都包，唔使睇細則。其實每份保單都有不保事項，例如長期滲水、正常磨損、未申報嘅大型裝修、戰爭、核風險等。大家真係要花一點時間睇清楚，唔明可以問翻保險公司或專業人士。嚟到揀家居保險，叻媽想用4個重點，實際咁同大家講。第一，睇總保額同每件上限，估一估，如果今日要將屋內所有家私電器同裝修重配一次，大概要幾多錢？再揀接近嗰個水平嘅計劃，唔好保得太少，以免真係索償時出現保額不足，只能賠翻部分。第二，睇第三者責任上限，建議唔好少於幾百萬，因為一場水浸足以波及多個單位同公共設施，金額可以好大，有足夠保障會安心好多。第三，睇有冇臨時住宿租金損失保障。自住或者租住嘅家庭，如果單位因火災、水浸短期住唔到，有得報酒店或者暫租開支。喺情緒已經好辛苦嘅時候，至少經濟上唔會再加重太多壓力。放租業主則可以留意有冇寫租金損失。當單位因受保事故一段時間租唔出，保險可以補貼部分租金，減輕現金流壓力。第四，睇自付額墊底費，即每次索償大家要自己負擔嘅金額。自付額高少少，保費通常平啲，大家可以按自己接受風險嘅程度去選擇。如果有一日真係發生意外，叻媽好想大家記得以下3步。第一步，先照顧好人身安全，火警時立即疏散同報消防，水浸時先關水掣，斷電有需要通知管理處或相關部門。第二步，盡快通知保險公司，問清楚索償流程同所需文件，並且用相片同影片記錄現場情況，包括受損位置、家私電器、地板牆身等等。暫時唔好即刻調走損毀物品，以免日後難以證明。第三步，準備好保單號碼、地址、損失清單、收據同報價單。如有警方或消防報告，亦可以按保險公司要求提供。臨時住宿開支就要妥善保留酒店單、租約等憑證。最後，叻媽想同大家講，呢場大火帶嚟嘅傷痛，唔係用任何一份保單就可以抹走。大家睇新聞嗰陣，難免會覺得心酸同唔安樂，但係正因為大家而家清楚知道一場意外可以有幾大影響，更值得俾自己同屋企人多一層保護，唔好等事情發生咗先發現完全冇準備。今晚如果大家有少少時間，不如揾翻屋企現有嘅火險、家居保險文件出嚟，睇一睇自己而家有咩保障，欠咩保障，唔明嘅地方可以揾專業人士問清楚，再慢慢為自己嘅家做好規劃。叻媽都希望大家以後提起家居保險，唔只係想到意外同災難，仲會記得原來有一份溫柔嘅安排，係為咗喺風浪入邊好好守住大家同家人嘅安樂窩。